385尺，要收落4個人。想要大收納設計嘅，全部抄功課。設計師喺玄關直接偷咗間兒童房出嚟，呢個神操作真係睇到 O 晒嘴。為咗唔嘥位，呢條樓梯特登做咗可移動設計，平時推埋一邊，出入即刻鬆動晒。最正係張書台，巨正客廳，隔住塊長虹玻璃，透光又透氣，小朋友坐喺度溫書都完全唔覺得壓迫。留意細節，房入面用咗好多圓弧元素，連書櫃同床邊架都係弧形。房間細細，但係一啲都唔死板，連床底都係儲物櫃，收納空間絕不手軟。出返客廳，特別留意呢個條子設計嘅牆身，我哋完全唔浪費任何一個轉角位，設計咗一個慳位嘅弧形邊櫃，收納一啲簡單嘅生活用品。嗱，推開呢道雲石紋嘅隱形門，就係主人房啦。奶茶配色嘅超大衣櫃，配埋呢個超深嘅油壓床設計，一間主人房就可以收晒你嘅全部雜物。咁樣嘅完美改造，385尺，4個人住都大把位。你又中唔中意呢個設計？即刻 WhatsApp 我哋啦！